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咱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咱献出我这我主我的心献乎你。我主我的心献乎你，我主我要军队你，你人主甘听通看亲像天，你信实的高万岁。我主我的王学乐你大出名，奉献我学乐的罪。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乎你。感恩甲承认咱的亏欠软弱，咱做伙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你的诚实到强冲。上帝啊，愿你权大盘过这个天。愿你的阳光盘过全地，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洗清我到无罪。弟兄姊妹，咱要学了认捌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有丰富慈悲，有怜悯。伊愿意赦免咱一切过失，洗清咱一切的罪过。所以呢，咱要哪回应？主啊，你求你的圣神来感动我，随时会通省察我家己，会通回转到你面前，领受救恩。特别咱中间若有这无道的朋友，讲主啊，我嘛要得到你的救恩，求你的福气。临到你我，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了你，你是慈悲怜悯、丰盛稳定的主。主啊，你来就是要叫阮得到活命，你的保护加强阮，洗除阮一切的罪恶。愿主你来帮助，让阮会通伫遮有圣神时时来督责阮，互阮回转到你的面前。阮不但认捌你，阮会通领受你的救恩，除去阮心中的骄傲，除去阮心中的这脱爱，互阮通自由来到你面前，伫遮来学乐来敬拜，愿主你来赐福伫阮中间。天父上帝，阮感谢学乐你，因你愿意万人得救，你无毋望有一个人沉沦，所以当阮无多用阮家己的气力、方法、才调。来追求一条永远的路线，
主耶稣，你来就是要帮助阮，有比一条通天的道路。你来就是要为着阮伫十字架顶来赎回阮的罪，挽回阮，会当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互阮会当认捌上帝的恩典，也得到上帝的救恩，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愿主来赐阮下面的时间，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下这请坐。咱若要为着咱家己的需要，吼，咱的心灵的需要，咱先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来。主啊，因为你是好，欢喜赦免人，有丰盛的慈爱，赏赐既若求叫你的人。耶和华，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按落听我恳求的声，伫我患难的日。要求救你，你要应我。这位上帝是听你的祈祷，要回应你的祈祷的主吼。兄弟姊妹，咱伫咱的心灵啊，有当时啊惊吓，有当时啊忧伤需要安慰。咱伫咱的婚姻感情、咱的产业，咱需要上帝的说，因为伊是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咱需要伫工作需要顶面帮助咱，因为伊是安怎？咱的牧者，互咱无欠缺。伫课业，伫这人际吼，咱的囝儿孙，咱需要啥？有智慧。所以圣经讲啥物？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根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一个根本哦。所以咱爱教咱的囡仔4岁敬畏认捌上帝。耶稣来是要互咱甲上帝甲人和好，所以伊也要透过咱成做和好的使者吼。咱要邀请主伫咱的灵，咱会当甲伊相通，甲圣神相通。互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互伊掌权做主。安尼咱就安怎？较袂乌白想啊，胡思乱想，对吧？你的思想，主啊，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我邀请你做我感情的主。所以你忧伤、你的烦恼就会交托，求主来帮助咱做意志的主，就属上帝的决定。所以咱将这交到主的面前吼。咱如果中间咱的兄弟若有需要有同工为着你来祝福来祈祷的，你会当现场伫遮徛起来吼。若无你会当手换伫你艰苦、不足、忧伤的所在吼，心肝也是讲你无爽快的所在，咱开声来祈祷。如果你若需要，你会当起立吼。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来感谢，来恳求。世代，阮心中无惊吓，愿主你来受阮束福。阮的兄弟知影安怎迎接你伫阮的生命的中间，帮助阮，知影你是医治，你是供应，你是所有的主。哈利路亚！阮奉你名三甲主就而落敬拜，你听阮的祈祷。亲爱的主，阮奉你名来到天父是阮的宝座前，阮献上阮的感谢，也阮这时诚心的恳求。你知影，阮的兄弟拄当面对阮身躯有做这的病痛、感情的困扰，也是这的慢性病在影响阮的心智。阮需要主你的同在，你的扶持帮助阮。阮的毋望在伫你，阮的生命在伫你，阮的快乐嘛是在伫你。做阮需要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安慰，成做阮闪避的所在。特别为着你的罗母陈良牧师受你警调，煞了世间的劳苦，
求你安慰牧师娘甲遮个囝儿，互因伫这失去亲人的哀伤中间，有愿主你圣神的安慰。主啊，愿恳求你供应帮咱引带，互阮会当伫你恩典内面同齐领受基督可耶稣的性命。阿免。最后，咱要为着主伊伫遮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较早找你。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调记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咱做伙为着咱的牧者团队中这团队来祈祷守望。特别今仔日咱来到做面前咱祈祷上帝啊，互我伫我甲你的关系，透过孙牧师伊所分享的，开我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真理互咱得到自由，谦卑，袂骄傲，会通伫遮谦卑来领受，成做上帝好的册用。咱今仔日是为着台湾新学院遮个事工来祈祷咱三位牧者、牧师娘真侪同工拢是对新学院毕业台湾新学院伫个中间求主来祝福即个学院培养合上帝心意的遮个牧者，特别也为着咱孙不灵牧师老师嘛，种上伊的讲道学啦伊是香港人啦香港人所以今仔日可能爱用华语甲咱三分享啦也讲几句台语啦伫遮咱也为祈祷会通开听上帝话来帮助咱明白真理。咱也为着圣诞节相关的活动咱来祈祷特别咱伫统领伫新光3月的这个百货公司，今年有合作一寡圣诞的活动，伫咱教会的音乐会等等遮福音报道的时间，咱求上帝来祝福明年咱伫一寡遮的报道的时间的顶面，求主来开阔特别为着成人牧区，看顾遮的区长、小组长，愿心心灵勇健，会通牧养遮的羊群。咱也鼓励兄弟参与伫遮实体的聚会，因为咱台湾实在是真幸福啦爱当伫遮实体礼拜聚会咱做伙起立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咱来守望，咱来为着孙牧师，为着遮同工为着楼顶遮社区内朋友小朋友，咱为因来祝福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我奉你名来到你圣宝座前，就讲求你的恩典喜乐赐福伫阮中间。主啊，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主啊，帮助阮，我会当伫遮来经历你恩典赐福。阿利路亚，主，阮恳求你来帮助。主啊，你是人民，阮的主，阮的上帝。主啊，我阮会当伫你的敬顺的里面，阮会当食做。带到遮来带到，为着今仔日的礼拜，为着过来的时间，为着圣诞节的这时间来祈祷，主啊，你的心伫倒位，都要得到自由。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学了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阮通三甲自集，对线上来到伫实体，伫遮来学了自集敬拜你。主啊，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做你的圣神来感动阮，明白你的真理，真理会通互阮看见你所要享受完永远的福分。真理也要帮助阮，搁较清楚明白阮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主爱怜悯，是慷慨，是真侪遮要将好物赐予阮的这位上帝。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伫礼拜中间透过学乐。敬拜，你的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安静阮的心来听上帝你的话，互你的话会通刻条伫阮的心内。今仔日的礼拜，
愿主你临在。我若要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你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享受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这时阵要请简中义长老来点第一支大降节的蜡烛。第一支的蜡烛是咧提醒咱是一个有缘的蜡烛，咧提醒多年来人一直咧期待弥赛亚这位救主的来临，期待上帝国度会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第一支的蜡烛是期待，甲毋望咱也期待主每一天拢甲咱相同在，咱来祈祷。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甲阮相同在主。阮伫遮纪念你过去安怎临在伫即个世代，伫遮历史的中间，阮也相信你永远存在，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主，你也伫阮苦难中间，甲阮陪伴；你也伫阮欢喜时，甲阮同欢喜。这时阵，阮邀请你伫你的圣会中间来降临，甲阮相同在。互阮伫礼拜中间看见你的同在，甲你的荣耀，享受你所享受的恩典甲福气。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耶和华是咱的快乐，也是咱的盾牌。咱的心倚靠伊，咱就得到帮助。所以咱要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伊，要欢喜开声来吟诗敬拜咱的主。这时，咱来领受主的恩典，来领受主的主爱。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只是敬虔的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你见证，你的地位大权力，咱到着阿罗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因只是敬虔的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你见证，你的地位大权力。咱到着阿罗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将我的为爱来感谢，我灵我努力，全力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你唔着阿罗耶和华，你上帝的信所阿罗伊，以宽仁的奖赏来阿罗伊，因伊的大权力来叫伊叫伊美妙宽大来阿罗咱的主。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将主的为爱来感谢，我灵阿罗伊，全心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因只是敬虔的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你见证，你的地位大权力，咱大家。
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这将你为爱来感谢。我灵我乐意，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哈利路亚。我这将你为爱来感谢，我灵我乐意，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你是创造万物，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哈利路亚！也在咱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予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啊，这请坐，求主帮助咱，甲主有一个好好的关系。恳求圣神帮助阮，也通将主的福音来广传出去，带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认捌你，也福音通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愿阮所做，拢通真做芳芳的做，来得到主欢喜接纳。我听见你听到的声，因为我挖过你，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听见你听到的声，因为我挖过你，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咱每一日的生活拢需要主的稳定，所以咱就好打就稳定的宝座，通受灵敏也得到稳定，做咱及时的帮助。亲近主，用主的话帮助咱，话得袂实。每一日主来感谢，这是咱向主回应咱的感恩的表现。这是咱来举手甲主讲，主每一日我拢需
心意追求你，亲爱的天父，我定靠无你，亲亲靠无你同在你我生命中。主我很大就困你，稳定不着急，用心心意追求你，亲爱的天父，我定靠无你，亲亲靠无你同在你我生命中。主，阮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拢需要你，因为除了你以外，阮无别个好处，无别个福气。除了你以外，阮无别个拯救。透过你的话，互阮认捌，阮人无法度瓦靠阮家己做啥物，阮无法度瓦靠势力，无法度瓦靠才能。阮独独来倚靠万古的后发的神，才通成就万事。主你来就是要帮助阮得到活命，得到丰富的恩典。所以，阮靠着你所加添予阮的气力，阮才通凡事拢会。你用你的话来引导阮，进入到你的恩典。也通知影什么会通阻挡阮领受你恩典。你也呼召阮回转到你面前，因为天国近啦，阮就要悔改。掠条上帝国来临的时，阮会通伫遮受你来学乐好过真中的萝卜。所以，阮下面敬拜时间，这个礼拜中间有主你的同在。互阮伫礼拜中间，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内，
你的话就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带阮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直到阮见主的面。求你神来帮助阮安静来听谈主你的话，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三个起立，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84首，上帝听痛，乃会遐大。请来犹原徛伫咱三角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会当用恶路进入你的院，用欢喜进入你的殿。主，阮感谢你，你所听的囝儿，今仔日伫你的圣日，同心合意伫你的圣殿敬拜恶路你的圣名。主啊，你留阮的活命，是爱阮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互阮当完成你所交托阮的大使命。阮感谢你，互阮有气力，会当来服侍。互阮会当知影，阮不过是卑微的人，总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顶留的宝贵恩典，赦免阮拢总的罪，也要医治阮拢总的病痛。阮感谢你，你的囝儿在你面前，主啊，阮也有罪的，求你的宝血来撤销阮，互阮会当清气纳洗。也帮助阮定心有气力，跟随主你的话来行，互阮一生有主你的帮助。阮相信，明白耶稣是阮每一个人一生同大的祝福。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特别也为着台湾新学医的事工来向你祈祷，求主你互新学医所有师生因的灵魂体得到精英，也供应因所欠缺的，因为你是大富的上帝。主啊，你无留落像好面，无敬畏你的人。求你也帮助新学医，毋但造就更较侪
合伫上帝你心意的罗卜，在你的教会中间来服侍你，互你福音得到广阔，啊，帮助剩下伊在各项的事工顶面得到主伫加天的快乐。主在这个时，我来为着圣诞节相关的福音活动仰望你。主，你借着你的正罗卜、正经你的手、喙、心、神、脚，主啊，我要行出去，让人来传福音。主啊，竟然互听见的人听到福音，因的心都拍开。愿意接来耶稣基督真侪因的个人的救主。主啊，互你的福音会当广阔的讨分这个所在。主啊，特别为着心灵牧区来仰望你，求主你看顾每一位区长、小组长的心灵，互阮有刚强的信心，为着主来陪命。主啊，你爱阮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因为这是阮一生重大的祝福，帮助阮每一个同工会当尽心尽力，也会当来造就人。特别鼓励阮每一个小组员会当参与实体的聚会。特别在这个时，求主你帮助阮有信心的充满，互阮领受你的话语来定心得到快乐，会当跑走头前的路站，互阮一生跟对你。献上我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请坐。这时，咱们三个来启用启文第5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请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西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这时，咱要请子弟团来阿罗上帝。
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到30节。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30节。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看着我来读，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就调伊家己的奴仆，将所有的交代因，一个互伊银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顾照因的才调，就去外国。领5000个随时去做生理，阁趁5000；领2000个也是安尼，阁趁2000。多迄个领1000个，就去掘地来砍捌伊主人的银。久，这个奴仆的主人到，甲因算数。领5000个来，阁带5000，讲主啊，你交代我5000，你看我阁有趁5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个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这个。贪入你的主人会快乐。领2000个也来讲：主啊，你交代我2000，你看我有阁趁2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个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这个。贪入你的主人会快乐。领1000个也来讲：主啊，我知你是严苛的人，袂野的所在。你就要收割，袂分散的所在，你要捡做堆。所以我惊，就将你1000银去抬伫地里，打你的完美害你。伊的主人就应伊讲：歹阁贫惰的奴仆啊，你既然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收割，无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就将我的银下伫钱店。我来时，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所以就对伊提迄1000来，互迄个有10,000个。因为既若有诶要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摕伊。也迄个无利益诶奴仆，赶伊伫外面黑暗诶所在，伫遐要有天口，家己切齿。这时，咱要请台湾神学医孙宝玲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影子你的神”。孙牧师是台湾神学医图书博士班的老师，请孙牧师。大家平安。因为我是香港人。我不晓讲台语，只讲几句，所以非常抱歉，没有办法用大家熟悉温暖的语言母语来和大家请安分享，非常抱歉。我只能用我还可以的华语向大家问安，也特别代表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董事长罗荣斌牧师，还有我们的校长蔡慈伦院长向各位问安。在过去的1年或是2年，其实都很不容易啊，在这个疫情之下，但是呢，上帝还是在恩典的里面呢，承载我们度过这些困难的日子。我想，教会如是，家庭、个人也一样。那在神学院呢，也是一样。但是，上帝的恩典借着众教会向各位给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支持，使得我们能够度过这不艰难、不容易的1年。所以今天早上呢，在请安的同时呢，也要向大家报告过去1年的日子，上帝怎么借着各位来赐福于我们。所以我准备了一条短片，各位可以从这个短片里面呢，对我们学校的近况还有需要呢有了解，就请同工放这个短片，谢谢。
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的力爆棚与变得更近，正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堂中间，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性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是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工礼拜1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今年的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用网络来进行的时，你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邀请各位兄弟继续用基督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上帝带领赐福台湾神学研究学院，上帝借着众教会，包括贵教会，赐福我们，所以我们也请求各位继续与我们同行，纪念我们的工作。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一个比喻。如果您在教会日子久的话呢，也许您听过这个比喻呢，也许一定超过10次了哈。也许查经啊，讲到，也许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谈到这个比喻呢，我们通常会说这是一个恩赐才干的比喻。也许我们的圣经分段呢，它也是想着才干的比喻，或者恩赐的比喻。
好像就是说，这个是关于我们拥有怎么样的恩赐，有多少的才干或是恩赐。究竟我们是拥有的5000的呢，还是2000，还是1000呢？究竟我们是好好的使用我们被赐予的恩赐才干，还是我们把它埋藏在地里呢？这是我们读这个比喻常有的一种的思考或是应用，是很好的一个的理解，一个很好的提醒，常常帮助我们去理解，上帝赐给我们怎么样的一种的恩惠、恩慈、恩典，那我们有没有衷心的回应它？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思考，也是我们常常熟悉的一个思考。那今天早上我想提一个的角度，就是会不会我们可能是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比喻呢，忽略了一个挺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比喻其实它不是关于你跟我拥有多少恩赐才干，这个比喻不是关于你跟我拥有多少才干，这个比喻是关于那位赐给我们恩赐的主。这个比喻呢，放在这个比喻的处境里面的，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家主？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主？通过这个比喻，也许耶稣是需要我们去想一想，在我们的脑海，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的上帝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的上帝？那我们就想一想，这位是怎么样一位家主？其实比喻呢，他是用了比较迂回的方法，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家主。在第15节的下半呢，他就说这个家主要有远行了，他就按着仆人的才干呢，分别给予了5000、2000、1000。那这个是我们常常可能忽略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这位主人是非常的了解他的仆人的，不然不会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嘛，对吗？如果他不了解他的仆人的，那就都给5000，或者都给2000，或者都给1000嘛。那显然他是按着仆人他们的才干呢，分别给予5000、2000、1000。所以第一点我们知道呢，这位家主是非常理解、认识他的仆人的。那我们现在在读这经文，通过译本去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不太了解的，就是不了解这位主人究竟有多慷慨，他要给的量有多大呢？那我们的译本呢，把它翻成5000、2000、1000，这个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他给予的有多少。那5000，我们很快想到5000台币。5000台币有多少呢？当然是一个数目，当然也没有很多，对吗？如果说你3、4个人去饭店吃东西，好一点的话，5000块大概也不够买单，对吧？2000就不用说了，1000也没有说是一个大的数目。但是原来的翻译呢，应该是5他连得、2他连得、1他连得。可是他连得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连得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所以为了使得读经的人明白啊，翻译圣经的人就把5他连得把它翻成5000，2他连得翻成2000等等。那他连得是什么呢？他连得是一个重量的单位，所以说可以说是5他连得的银子、2他连得的银子、1他连得的银子。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概念，因为他连得既然是我们不熟悉的单位的话，你是5他连得银子，我们大概也没有概念。所以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做了一些研究，做了一个更好的翻译了啊。这里大概也可以看得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啊。那现在如果说您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或是说和合本修订本的话呢，你读到这个比喻的话呢，那个翻译有点不一样了啊。他说，第一位仆人获得的是3万个银币，3万个银币。第二位仆人就是2000的哈，就得到12000个银币。第三个仆人就是1000银子的那个哈，就得到6000个银币。3万个银币
12000个银币，6000个银币，我们大概是感觉比5000、2000多了，但是大概还没有一个很实在的感觉，对吗？3万台币，中古的摩托车也买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也没什么。而是3万美金吧，其实也没有说是非常多，对吗？所以大概我们也不太了解，所以啊，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里来了哈。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做了一些的考古啊，一些的古代的经济的研究，就让我们知道的更多一点了。那个时候，一个人1天的工资是1个银币，1天的工资是1个银币。所以3万个银币呢，就是80年的工资，80年的工资，2000的就是30多年的工资，1000的就是16年的工资，大家有点感觉了吧？大家有点感觉了。那如果说你还不太感觉的话，明天上班，今天主日星期天，对不对？明天，有些弟兄姐妹要回去上班啦。你回去上班的时候呢，老板就把你叫到办公室，说：“哎呀，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这边有一张支票，80年的工资，你拿去做买卖吧。”你会怎么回应？我想你大概马上拿那探度温度的计哈，你看他是不是病了？那如果说他不是病的话，他大概是一个很奇异的家族。这个奇异的甚至非常的慷慨，可以80年的工资，30几年的工资，16年的工资，一下子就给。这究竟是位怎么样的主人呢？第一，我们知道他非常了解自己的仆人的；第二呢，似乎他是非常的慷慨。那接下来呢，就我们要从仆人的回应呢，稍稍理解这位主人了，因为这主人没有在讲话，一直到了后来回来才在讲话嘛。那仆人怎么回应呢？如果您看经文的时候，就发觉很有趣。第一位仆人拿到这80年的工资呢，随即立刻去做买卖。第二位呢，也是随即马上去做买卖。这个也是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哈，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很熟悉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以为知道，但是我们忽略了很多很细但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第一位、第二位仆人可以马上去做买卖？你能够马上去做买卖吗？如果明天老板给你80年工资，你能不能够去马上做买卖呢？为什么仆人能够做买卖？比方说明天上班，老板给你80年工资、33年工资，叫你做生意，你能够马上做生意吗？不太能够吧。比方说，我们就在这个地区做生意哈。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发现这边很热闹，都是吃的，都是很多热闹的的生意的店子。那我想，如果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开店的话，我大概不会再开吃东西吧。如果真的要开吃东西的，应该是开一个这地方都没有的吃的东西，对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大概要做一些市场研究，然后看看这个人口的组成、消费的模式。那对于我们来讲是相信上帝的，也许我们还会到教会来说，请游牧师帮助我祷告一下，怎么明白上帝的心意，怎么好好的运用这个机会，对不对？你不会马上做买卖的。所以这第一位跟第二位仆人能够马上去做买卖，其实是挺奇怪的。如果说明天上班给你80年工资是有点不太真实的话，我们就来点真实的一点了啊。明天你上班，我们又假设呢疫情完全过去了啊，这世界可以到处去了。明天上班，老板跟你说，我非常欣赏你的工作，从明天开始你就放1个月的有薪假期，有薪假期啊，不是解雇啊，
你有放假，有薪水，今天完全不缺，就放一个月的假期。请问弟兄姐妹能不能够马上订机票呢？马上订机票，大概不行吧？你可能说，哇，1个月的假期去哪儿啊？然后就想想，现在是11月，才快12月了哈。如果往这个北半球那边去呢，就很冷了，除非我要看雪景，对吧？往南半球是澳洲、纽西兰的，就是他们的夏天了，那我就可以享受暖和甚至夏的天气。那我究竟旅行业我要去看风景呢，还是吃东西呢，还是看老朋友呢？然后就打电话给你的太太，或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家人说：“哎，老板给我放一个假，我要去哪里啊？要不要想一想啊？要不要到旅行社看一下？”你不会马上订机票的，你不会马上订机票的，除非什么？除非你早就知道你的老板是这样一位的老板，是很慷慨，很了解你，很愿意给你的。这是这个原因，使得第1位仆人跟第2位仆人能够马上做生意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主人是非常理解他们。那你要知道，这不是我扯的，因为是经文讲的啊。经文说，主人按着个人的才干嘛，然后一个给5000、2000、1000嘛。这个按着个人的才干，就说明主人是非常理解他们嘛，对吗？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个一个很大的数量啊。所以显然，仆人第1位、第2位仆人能够马上做生意，因为他知道主人是非常的了解他们，而且主人是非常慷慨。如果要做市场调查，如果要做人口组成的调查，如果说要做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调查，如果说祷告的话呢，其实这2位仆人一直都在做，他们只是等候这个机会。他们也相信主人一定会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机会一来，他们马上拥抱，可以马上做生意了。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立刻行动的原因。这位主人呢，是一位非常慷慨的主人，再多他都能够给，80年的工资、30几年的工资，一下子就给了。除了这个以外，这个主人还是个怎么样的主人呢？再下来呢，我们就听听主人自己开口讲话，来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人了。主人回来了，仆人向他交账。第一个呢，就另外赚了80年的工资。你可以想象他把那个钱搬到桌上哈，说主人您给我80年工资，我又赚了80年工资，好多哦。主人说什么？21节，他对那赚了另外的80年工资的说：“啊，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没有觉得很奇怪？80年的工资，不多的事上，几乎他都看都不看啊。他这个仆人把钱拿着，哦，你在不多的，他数都不数，在不多的事上中，好，你进来享受我的喜乐。”第1位仆人，第2位仆人又来了，他获得这个30几年的工资了，他又赚了30几年了，拿上来，挺多的啊，当然不如前面的那个。主人好像也是看都不看这样子了，然后主人说什么呢？在23节，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中心来享受主人的喜乐。大家有没有注意？主人对第1位仆人跟第2位仆人的肯定赞赏是一模一样的，奇怪吧？80年工资跟30几年工资差别很大耶，赞赏一模一样，而且对主人来讲都是不多。这个主人真的很奇怪哈，好像他再多都能够给，无论你拿来什么，他都不在意，他都不计算，他看重的是究竟仆人是不是忠心跟良善。
那我自己是教书的，我必须要讲，学生交作业呢是有分别的。如果学生交来的作业是写得非常好呢，我就觉得 A 加，啊，我还画一个笑脸在旁边，我就说写得很棒，前途无可限量，主好好的使用你，要加油，等等等等，写很多，这是 A 加的作业。第二位同学也交来了，不错，但是呢，他没像第一位那么好啊。我是 A 减，我说非常不错，继续努力。A 减。第三位学生把作业交上来了，他没有像他们两位好，但是也是可以。那我就给他 B 减，然后我就写尚可进步，很自然嘛。我想。您当老师大概也会是这样子嘛？有没有觉得这位主任很奇怪？你觉得这位主任很奇怪哈？那么大的差距来到他的面前，都是好又良善又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第一，那么大的数量对他来讲是不多的事；第二，所有的来到他的面前，差距那么大，他看重的不是那些，是不是忠心跟良善。所以从主人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他不计较的一个主人，不计较的主人。他了解他的仆人，他是非常的慷慨，而且他是不计较的一位的主人。好，大家还记得第三位仆人啊？我想大家在这个比喻里面一定会记得第三位仆人了。你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有点好玩的啊。第一位、第二位仆人没有讲话呢，他们就工作完以后呢，就说：“主人，你看我又赚了。”是第三位仆人呢，他没有像第一位跟第二位这样行动。不过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说话了，他说话把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主人讲出来了。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我就害怕，显然，第三位仆人跟前面的两位仆人对主人的想法，对主人的那一个信念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位跟第二位呢，是知道主人很了解他们，而且他们也知道呢，主人是非常慷慨，甚至也许他们知道主人是不计较，所以他们就很放胆的去做买卖，去这样的工作。果然，这位主人也的确是这样的。刚刚他对赚80年工资、30多年工资的那个肯定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第三位仆人就不太一样了，一切从他的想象开始。他的想象决定了他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也明白，我们的想象是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对吧？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影响了我跟他的互动。我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呢，就会影响我跟他怎么样讲话，怎么样跟他来往这样子。那这一位仆人，第三位仆人，他应该是一直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为什么？他脑海里面那位主人就是一位忍心的人嘛，也不合理乖谬的人。而这位仆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如何能够逃脱主人的无理的苛责，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处境的里面。主人给他1000，他已经是这样的煎熬了、恐惧了。你能想象主人给他2000，他会怎么样？如果主人给他5000，他会怎么样？如果他认为主人是这样的一位主人，如果主人不给他，他会怎么样想？而这位仆人，他是每天都生活在苦痛的里面，因为他脑海里面想象的那位主人就是这样一位主人。读这个比喻呢，有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最后啊，这第三个仆人呢，就每天登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第三位仆人其实他每天都生活在黑暗里面。第三位仆人其实他每天都哀哭切齿，他脑里面想的主人是忍心的嘛，
无论怎么样，他都生活在哀哭切齿的里面，每天都生活在惶恐的里面。如果他能够认识、能够相信、能够知道这位主人是非常了解他自己的仆人，而且他能够知道他的主人是非常慷慨而且不计较的，是再多都能够给，再少回来他都不计较的主人。这3位仆人的生命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想象，他拿到了1000，马上去做买卖，又赚了1000回来，拿到主人面前，主人会给他怎么样的赞赏啊？如果80年工资跟30几年的工资那个赞赏是一模一样的话，很逻辑的推想就是30几年的工资跟16年的工资赞赏应该一模一样嘛，因为都是不多的事嘛。甚至我们可以想，如果这一位1000的去做买卖没赚到，来到主人面前，派谁啊？主人讨给啊，对，是不是讨给？派谁啊？讨给？我很努力的，但是呢没赚到，这是您给我的。我猜想主人说什么？又良善又忠心。为什么？你在不多的事上，为什么不多？5000、2000都不多嘛，没赚到又算什么呢？甚至我大胆猜想，如果说这拿1000的去做买卖亏了，来到主人面前，对主人来讲还是不多的事上。为什么？他计较的并不是你赚多少，他看重的是你是不是良善忠心。良善忠心背后的呢，就是认识这位主人有多少，相信这位主人有多少。那第3位仆人是在一种的苦痛的里面，因为他想的，他自以为是的那种理解，决定了他每天生活在苦痛当中。我就想到我自己一个同学朋友，他是教圣经的，在香港。他分享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他家里面4个男生，他是老幺啊，上面有3个哥哥。他就说小时候呢，他4个兄弟在玩的时候呢，父亲总喜欢找他出差，找他干活，他就要抢嘛，抢过来。4个兄弟玩的正乐的时候，突然把他叫过去了。到街上去替我买一份报纸，给他1毛钱，到街上买报纸。我们那个时候是50年代啊，1毛钱可以买一份报纸。那他就到街上买一个报纸，他心里面很不情愿。4个兄弟玩得正高兴，为什么不叫哥哥的叫我呢？非常的不高兴。那么爸爸买了报纸回来就给爸爸啊，然后就继续玩了。可是没多久呢，爸爸又叫阿强过来，到街上替我买一个面包。他心里面嘀咕啊，是为什么不叫哥哥呢？刚刚已经不是叫我了吗？现在又要叫我，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觉得父亲很偏心，他觉得父亲找他的麻烦。但那个时候他还是在教会里面开始在教会里面聚会，所以他就回去了团契里面呢，跟团契里面的哥哥姐姐、导师啊，来投诉，来吐苦水。他说：“我觉得父亲很偏心，都叫我差事，不叫哥哥。”导师就跟他讲说：“阿强，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亲很疼你啊？怎么会疼我？就把差事交给我，他想逗你嘛。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回忆？你每次把报纸交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拿到报纸都会捏一捏你的脸庞。你把面包交给他的时候，拍拍摸摸你的头，拍拍你的肩膀。父亲就喜欢逗你，父亲就喜欢跟你有互动，所以不断的差使你。那阿强就是我的朋友，就说从那天开始不一样了。每次是一个兄弟在玩的时候，他都看看父亲会不会叫自己等候父亲的召唤，然后就马上跳过去，欢欢喜喜的去立即去，不是做买卖，买报纸。那可能你会说，老师，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 RQ 的想法哈？这一厢情愿哈，自我的想法，在人与人之间互动里面，不是你想象以为的好就一定好，或者说你想象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是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挺复杂的，并不是说你以为好就一定好，就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说的是圣经里面讲的上帝，不是说我们说那些复杂的人际的关系。我说的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相信上帝、认识上帝，是会影响你跟我的生活的，是会影响你跟我的价值的观念的。如果我们认识、相信、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位慷慨的，了解我们的，不计较我们拿回多少的，只看重我们是不是忠心良善，我们的生活会很不一样吧？我们应该像第一位、第二位仆人很勇敢的去服侍生活，迎接每一天，对吗？而不是在忍心的，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哀哭切齿、纠结、郁闷、不平、苦毒、埋怨吧。而我说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的，更加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罗马书第8章31节，保罗这么说，他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想这个很清楚讲，告诉我们上帝是多么慷慨的吧。如果刚刚那个比喻的阅读，大家还是有点觉得不太能够说服你的话，我希望保罗这句话让你清清楚楚的明白，上帝的确是一位慷慨的上帝，而且非常的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是与不是，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背景，知道我们的长或者我们的弱，知道我们的能或是不能。然后因为这样子，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控告我们。所以保罗接着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紧接着保罗就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逼迫吗？患难吗？赤身露体吗？饥饿吗？”然后下去很多很多。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也许在这个清单里面，我们可以加上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考试没有考好，生意亏了本，遇到了一些难缠的病，我们家里面出了一些的难处，在服事里面一些的困难，生命里面一些的纠结，一些的困难，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就在这个待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也燃点了第一根的蜡烛，提醒我们等待。等待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呢？这耶稣基督，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位是慷慨的上帝，是非常知道你跟我的上帝。第一遍，天上的父亲，他是不计较我们怎么样的，只是如果说我们忠心良善，他一定会肯定我们的。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您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哈，希望今天的比喻能够让你再一次看见，再次相信，再一次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这样一位的上帝。迎接我们的上帝，勇敢的、喜乐的、充满力量的去生活、工作，哪怕我们在艰困里面，哪怕我们在身体的软弱的里面，我们可以不需要哀哭切齿，我们可以勇敢的、喜乐的，在这个烛光燃点之下，迎接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纠缠的里面，忘了您是那一位慷慨了解我们的上帝，不计较的上帝。
今天当我们再次聚集，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提醒我们，你是那位慷慨不计较、了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确是需要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因为认识你，可以勇敢的服侍，勇敢的生活，哪怕我们在诸般的艰困当中。如果我们在优厚的环境条件里面，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领受你赐予给我们的。是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咱三个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每一日我需要你。主我好大就滚你稳定不作情，用心细细追求你。亲爱的天的我何定卡无你，亲亲卡无你同在伫我生命中，每一日我需要你，你为有一天你，每时刻我需要你，时时啊好等你。这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都归要付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那听你，因我失落去做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都为要付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我听你，因我失落去做听主的心。请坐。这时，咱要来举行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出于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的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做你路引到一时，是献美丽献乎主，归阳高。
欢迎你这喜苦。阿门。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伫过去的时间，甲阮三角伫地，互咱会当因为你甲阮同在，来面对咱所面对的困难甲挑战。上帝啊，不管伫进前咱拄着啥物挑战，因为咱知，因为你甲阮同在，你的稳定甲慈爱，伫咧咱的心上，甚至你甲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献互咱诚做比赛啊！互咱即马会当享受你所赐互阮的稳定、慈爱、平安甲喜乐。即马咱要献上阮的感谢，请主你降纳咱献上的时间、精神甲才能，愿主你来喜乐甲接纳。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咱来欢迎头一遍在咱中央做来礼拜的兄弟吼，第全城兄弟，毋知伫倒位，请你起立，有无？任全无 ，OK， 好。好，咱若无其他的吼，咱依然来欢迎吼。咱的孙宝林牧师吼，孙宝林牧师吼，伫咱中间，咱拍鼓甲伊欢迎。今仔日是为着台湾城伊的奉献主日吼，伫咱中间来报告请安甲讲道吼，这是牧师特别邀请伊来啦吼。阮伫讲道演习营中间，伊嘛是诚做是阮的老师吼。咱特别为着新学院，或者新学教育甲需要吼，伫遐来祈祷甲奉献吼。拄仔咱看到迄男生宿舍吼，阮较早大无安尼啦，即马拢整修过啊吼。较早大是搁较无好势吼，总是因为教会界会疼心吼，互遐学习的学生等有搁较好的环境。来，咱来看明年1月初9吼，咱要举行第一次的圣礼典吼，咱要设立吼，伫12月26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后主日伫第2场礼拜中间，咱要举行中级甲核心同工的就任吼，长老有陈敏德、陈素清。执事有专家林、简慧清、甲苏新敏这3位吼。咱伫明年的好会，咱会阁补选2位的长老，甲3位的执事，请咱伫大道中咱来祈祷。咱下主日中集会了后要召开小会吼，请咱新旧金的小会员做伙来参加。咱后主日这中集会是伫2楼吼，礼拜堂伫遮来召开请咱各单位的部长提出你报告的资料，请咱尽量参加，一年无几遍你做执事定定来请教这有开赴上帝托付交托你的责任嘛所以请咱来注意来，咱伫12月25，咱依然有请外界4重奏伫这中间的音乐会这是中间通引出人来听见这福音所以咱这是看这是布道会毋是讲纯音乐安尼所以咱来后壁有是无？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影片报名的内容有没有？对，所以要安怎参加啦所以请咱小组长伫遮来登记报名咱今后就是一个邀请一个你邀请规家你
照顾袂来啦吼，咱的座位嘛有限吼，像咱12月以下吼，咱真抱歉吼，因为惊讲有影响到即个场所，咱会当伫4楼还是7楼吼。咱报名了后吼，请咱都要注意哦，毋是你我摕到门票吼，你就有2楼、3楼位通坐吼，你会事先伫遮伫这个时间来进场吼，座位有限，请咱把这个时间。来下一张。咱12月初是的平时5点半到6点半吼，伫新光3月这个汤店这个吼来点灯活动，咱需要有要穿身咱老公服装的这兄弟，你若要参加吼。你伫1楼来公报栏来登记报名吼。咱12月24日伫统领的广场的1楼外口吼，也有一个平安圣诞夜的即个晚会，伫咧中间嘛是共款吼，邀请兄弟你做伙伫遮来参与吼，所以伫1楼公报栏来报名登记。咱过一个月就年度要结束。所以，咱若要摕到即个奉献证明吼，咱伫用路卡的吼，伫12月26进前咱截止吼，尾拨是12月24，若用来配是12月24吼，你若用信用卡伫奉献的吼，请咱注意即个时间。现金的奉献吼，不要紧，到年底上尾1天拢也会使安尼吼，所以请咱兄弟注意吼，咱会通伫迄中间顺序开即个奉献证明互咱。咱会通伫遮来报税吼。咱若报名12月初3德中妇女部的年会的，请咱伫早起7点半教会来集合出发。咱本会第2任的主任牧师陈道仁牧师伫11月22号伫顶礼拜1蒙主运调安息主怀乡年81岁。咱要定伫12月11号拜六早起9点半伫桃园市立殡仪馆的美德厅举行入殓礼拜。11点是火化，下晡1点半倒转来到教会2楼做告别礼拜。了后会伫三峡的天品山庄举行安放礼拜。12月初9暗时8点要伫2楼这个所在礼拜堂伫遮来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这回是因为牧师伊有伫德中服务超过30年所以有调开这个中会啦用中会的组来伫遮为伊来欢送告别咱会通伫祈祷的中间为着牧师娘，为着遮个囡仔来代祷求主圣神来安慰因失去亲人迄个哀伤。咱第10组的罗文玲姊妹就英会长老的即个长母罗林秀梅即个姊妹因为伊无信主用即民间的即个方式咱为着这个家族，特别无信主的这个亲人，伫遮来祈祷。定伫12月初8拜3早起9点20，伫桃园市立殡仪馆的敬德厅举行这家祭了后10点20是公祭咱为着这家庭来祈祷求主来安慰。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咱也特别为着新人院继续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咱来读金句读2遍，做伙来。一个互伊群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各照的材料就去外国。马太福音25章15节，搁一遍。一个互伊群5000，一个互伊1000，一个互伊1000，各照的材料就去外国。马太福音25章15节。这时，请咱起立来唱祝福的诗歌，信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音时线，请孙牧师来接导。
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愿意欠必须正，赞我答应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景，做指引带心的人，这是我的心的牵望。我们同心祷告，愿圣灵的提醒，使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己，明白我们的天父是慷慨的主，是不计较了解我们的主。所以愿三一的上帝带领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天都能勇敢喜乐地活在恩典当中，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麦岛闭会。咱今仔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恩典甲咱三同在，咱彼此来请安。